我哋第4首歌曲嘅時候啦，跟住落嚟呢首歌曲係講述明末崇禎皇帝啊，因為無能治國啊，而更加被到滿清入侵啊，一眾有識之士因而紛紛退居山野，以圖復國。其中呢個故事主人翁戊商就其中之一。罷官之後，戊商呢就急欲與佢嘅太太阿董小宛相聚，所以咧就日夜兼程就趕回佢嘅故居水滸園。可是咧就禍不單行。相會之後咧，先知道阿董小宛原來患咗呢個重病，響彌留之間，所以啊，更使阿戊商咧就呢個肝腸寸斷，就五內滴血。各位如果想知道詳盡嘅故事呢，咁有請我哋2位演出嘅朋友張玉燕小姐、蘇慧貞小姐唱俾大家聽嚟，有請2位。
難明啊！誰解我此時心境啊？壯志難酬金鈎破，泣血重回水繪園啊！無聲，方圓一片靜，落葉侵街，芳草萬徑，心裏恨未平，大明破播鴉喪家傾，痛惜無計，把狂瀾還原是明，不願紅青免千秋朝華冰，歸家園引明聲，惆悵寒雨照門庭。但願伊人無恙與我詩酒怡情但見燭影疏簾燈吊影小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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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妻，你受苦啦！唔受苦啦！絲絲紅淚似雙兄，江浪在上知昔日是芙蓉初綻，今似飛水伴飄零，因甚喜若似游絲，
城中兵啊，定願東軍無力，未能呵護拼拼，愧於心淚凝眸賢妻體弱，休要多勞。從此與卿長為伴，絲走到生平啊！國勢半衰微，朝中多奸佞，愧無伏魔手，怎將玉與情情求破經事，大明義福望，將相多清行，為求保性命，無傷一個擔心不禁便知固然引人保清明
遠你要蘇醒啊！哎呀！小遠啊，國家傾和都已成定局矣。唉，我望妻你莫再哀傷，息生養病，好待我哋琴歌和唱，把舊情重溫啊！常記花露錯甜，香浪風景新那次書奏。唱伴琴馬鳴，只為國事頹唐，苦奔命罪少離多。扶嬌兄啊，今日子兒歸巢，將前文正啊恰似螢重溫以夢，莫怨身己浮萍啊！苦名似非。
與瑤琴寄心聲，人已是心水盡，萬傾聽。往日同心相牽啊，此夜生死已別，蒼天何故不牽劫後情？玉水珠沉花難平，既是生死苦離多，何如今日同歸有命？笑月你掂啊？無羅，原來生有夢，緣從正。小月，小月，小月。小月，小月，天啊！蒼天太不應，奪了紅顏命，你何如不公正？偏負無郎情。從此雖攰倦，絕無琴馬聲，只有無雙寒燈獨點。